比卡超條尾個尖尖係黑色定係黃色呢？如果你記得係黑色嘅，就打個1；記得係黃色嘅就打個2。如果你揀咗1黑色嘅話呢，恭喜你，你腦海入面嘅記憶呢已經俾我入侵咗啦。呢一刻你可能會諗緊，似呢啲無聊嘅細節，我點會記得呢？一時記錯咗啫嘛。但如果我同你講，你印象最深刻嘅童年回憶，其實可能根本唔存在呢。大家好，我係心理學家，又嚟到心理檔案實錄嘅時間啦。呢一個系列，我會用輕鬆有趣嘅方式同大家分享唔同心理學實驗同埋故事。有人話我哋一生人最珍貴嘅嘢就係回憶，但睇完今日呢條片，你就會發現我哋嘅腦袋原來只需要簡單幾個暗示就可以植入從來都冇存在過嘅童年故事。唔單止啊，仲可以令到全世界都目睹一件未發生過嘅事情，甚至乎令到你記起一段你從來都冇做過嘅重大過失。1990年代初期，有一位心理學家 Elizabeth Lotus 發現好多人喺做心理諮詢嘅時候，突然之間揾翻好多童年回憶，但佢就好懷疑呢一啲記憶到底係咪真嘅呢？為咗測試記憶嘅真偽，佢設計咗一個流傳後世嘅實驗——迷失的購物中心。Loftus 揾咗24位成年人，同佢哋講：我哋同你屋企人傾過啦，咁佢哋咧就講咗4單你5歲時候發生嘅往事。咁而家咧你就喺呢一張紙上面，就住每一件事咧寫翻當時嘅 details 落嚟。咁喺嗰4件事入面咧，有3件的確係來自於佢哋屋企人講嘅真事，例如細細個喺邊度過生日啦、養過咩寵物啦等等。但唯獨是有一件咧係 Loftus 完全老咗出嚟，內容咧就係咁樣嘅。你5歲嗰陣咧，喺一個商場同屋企人失散咗。當時你喊得好凄厲，最後好彩有位老人家幫你揾翻個父母啫。一開始受試者睇完咧，佢哋都擰頭就話：哇，有件咁嘅嘢咩？但係工作人員咧就用一個好專業、好權威嘅口吻同佢哋講：你諗真啲，你屋企人講得好詳細嘅喎，會唔會係你嗰陣時太細個，所以你自己壓抑啊，或者你自己唔記得咗呢？你心諗，超我睬你都傻啦！但佢哋之後第2次嘅面談，奇怪嘅事情咧就發生咗啦。喺之後嘅訪談入面，有25% 嘅受試者唔單止堅稱自己記起翻呢單嘢，仲記得當時嘅好多細節。哇！嗰個老伯伯咧，嗰副眼鏡框咧係金色㗎。當時個商場咧冷氣好凍，凍得嚟嘅時候咧，我又好驚喎。甚至乎當 Loftus 喺實驗結尾叫佢哋估翻嗰4件事邊一件係假嘅時候，好多人係完全估唔到商場呢單嘢，仲會反駁：吓？真係假嘅咩？但我明明記得當中好多細節，我記得個阿伯咩樣嘅喎。呢一個實驗奠定咗心理學入邊一個好重要嘅概念——虛假記憶 （false memory）。我哋嘅記憶唔係一部錄影機，而係一塊隨時可以被大腦修改嘅畫布。咩意思呢？你可以咁樣諗。當我哋經歷一件事嘅時候，大腦咧其實只係儲存咗一啲碎片，例如聲音啊、部分嘅畫面啦、當時嘅情緒等等。當我哋諗翻嗰件事嘅時候咧，大腦就會將呢啲碎片攞翻出嚟，用你呢一刻嘅認知，甚至乎人哋問題嘅暗示，作為膠水咧，去將呢啲碎片砌翻埋一齊。咁如果咧你拎碎片嘅時候攞錯咗第二單嘢嘅碎片咧，黐埋一齊，咁一段虛假記憶咧就會喺你個腦入邊創造咗出嚟啦。舉一個例 ，Loftus 有另一個實驗咧，就係俾啲人睇一條炒車片嘅。咁呢條炒車片咧入面其實係冇碎玻璃嘅。咁但當1個星期之後 ，Loftus 問翻啲人：嗰條片有冇碎玻璃啊？好多人都係答有，因為大部分人淨係記得自己睇咗條炒車片，而因為好多時炒車都會有碎玻璃，佢個問題入邊咧又有碎玻璃呢3個字喎。於是乎啲人就自己腦補咗啲碎玻璃落去啦。你可能會話：唔驚嘅，依家有手機，我影定張相實掂啦。但係如果加埋視覺證據都係假嘅呢？2002年，心理學家 Kimberly Wade 等人咧就做咗一個有圖冇真相嘅實驗。佢哋用 Photoshop 將一班受試者細個同屋企人嘅合照 P 咗落去一個叫熱氣球之類嘅相入邊，然後就同啲受試者講：呢張相咧係你屋企人俾我，你記唔記得自己細個坐過熱氣球啊？其實佢屋企人咧喺俾張相嘅時候就已經同佢哋證實咗，佢哋成世人都冇坐過熱氣球。但係當受試者睇住嗰張假相，腦入面嘅想像力咧就開始發揮佢嘅小宇宙啦。
喺第3次面談，居然咧係有50% 嘅人咧發展出完整嘅虛假記憶，亦都有講到一啲視覺啊、情緒或者身體感覺嘅細節。哇！連睇住張假圖都可以記錯，咪啦！我都係問下其他人，以後 fact check 下先好啲。但如果我同你講，有時候其實就連全世界嘅記憶都可以集體一齊被修改呢。講到呢度，如果你係第一次嚟到呢個 channel 嘅話，心理學家係一個關於生活同埋娛樂嘅心理學頻道。作為一位註冊組織心理學家，我會用輕鬆愉快嘅方式去同大家分享心理學，亦都會分析唔同嘅電影、歌曲同埋當中嘅心理元素。希望咁多位聽眾，就算你識唔識心理學都好啦，都可以喺我嘅影片入邊一齊學習人生、反思日常。虛假記憶唔單止發生喺個人身上面，仲可以一班人一齊發生添。呢一個咧就係近年嚟好紅嘅曼德拉效應啦。曼德拉效應呢一個詞語咧係源自於2009年，當時好多人咧好驚訝咁發現自己居然同其他人擁有一個共同嘅錯誤記憶。佢哋咧都深信南非國父曼德拉早已經喺1980年代喺監獄入面離咗世，甚至乎咧仲記得一啲喪禮嘅片段。但事實上，2009年嘅時候，曼德拉仲生勾勾喎。咁點解會咁呢？除咗一啲陰謀論家所講嘅咩平行時空之外，更加科學嘅解釋就係我哋嘅腦海將兩段好近似嘅記憶合拼埋一齊，就好似我喺影片開頭同你講比卡超條尾咁。事實上，比卡超條尾個尾尖咧係黃色嘅，咁個近 pat pat 個位咧就係啡色，完全係冇黑色嘅顏色喺上邊。但因為佢對耳仔個尖尖係黑色，你大腦咧就好容易覺得佢條尾喺設計上邊咧都應該係對稱，就自動腦補咗佢條尾同隻耳仔一樣，個尖端咧係黑色嘅。普遍認為大家記錯曼德拉喺監獄逝世係因為有另一位南非嘅運動領袖 Steve Biko 真係喺監獄入邊離世。原來記憶可以全世界一齊錯，不過唔緊要啊！我哋講緊嘅都係記錯一啲卡通人物啊，記錯一啲時事啫。咁但係如果我哋記錯嘅係我哋曾經犯過法嘅過去呢？2015年，心理學家 Julia Shawn 就做咗一個令到司法界大為震驚嘅研究。佢首先揾咗一班大學生，並預先聯絡咗佢哋嘅父母，攞到一堆真實生活嘅碎片，例如你細個住邊區啊，中學讀邊間啊，你最好嘅朋友叫咩名啊。咁實驗開始嗰陣呢， Julia 就坐喺受試者對面，先去同佢講一兩單真實事件，得到咗對方信任先，然後佢就會話：你父母話俾我知，你大概14歲嗰陣咧就做過一啲違法行為喎。咁嗰啲違法行為咧就次次唔同嘅，有時啊可能係偷咗人哋嘢啊，或者同人打交啊咁。總之就真係冇發生過。一開始咧，受試者咧都會瘋狂咁搖頭，哇，唔係真事啊，我完全冇印象喎。但 Julia 就會話：係咩？你父母講得好詳細嘅喎，應該真事嚟嘅喎。之後第2次、第3次訪談，原本話自己清白嘅大學生，竟然咧都開始慢慢認罪。實驗結果顯示，有70% 嘅受試者咧係承認咗自己做過呢件事，佢哋仲記得翻咧當時嘅好多細節，可能係自己好嬲啦、手心冒汗啦。呢一個實驗引發咗司法界嘅反思。如果一個學生喺幾場對話入面都可以被引導到佢哋記得自己做過一啲唔存在嘅錯事，咁喺真實世界入面，嗰一啲喺審訊室俾人韞咗10幾個鐘，面對高度壓迫嘅嫌疑犯，佢哋所講嘅事情又有幾多係真呢？平時做人做事，每個人都好相信自己嘅記憶，但心理學家歷年嚟嘅研究就話俾我哋知，原來有時候記憶都唔係真係咁可信。你有冇試過返工嘅時候，老細同你講：我上次咪明明叫咗你做 A 咯，你做乜走去做 B 啊？但你心諗：哇，老細，你上次明明話做 B 㗎。所以面對住啲反覆無常嘅人呢，有時候寫筆記，甚至乎白紙黑字作翻個 email 記低呢，係幾咁緊要啊！就因為我哋人嘅記憶其實並冇我哋想象中咁可靠啊。不過講係咁講，其實我哋個腦去編輯記憶並唔係為咗扇我哋一鑊，除咗係幫助我哋篩選一啲重要嘅事情要記得之外，有時候仲係透過美化記憶、修補遺憾，去幫助我哋咧維持心理嘅平衡。呢一樣嘢咧，我可能就再開過一集同大家講啦。今集心理檔案實錄咧就嚟到呢度啦。唔知道你自己或者有冇見過身邊嘅人有記錯以前啲嘢嘅經驗呢？
或者有冇一啲令你印象好深刻嘅曼德拉效應？希望你都可以留言，或者去我哋 Telegram 咧同我哋一齊討論。單純喜歡呢段影片嘅，都希望你可以留言一句支持，同埋 share 呢段片咧俾你身邊嘅朋友。如果想知道更加多心理學實驗同埋故事嘅話咧，就記得 subscribe， 打開埋個鐘仔，咁有新片咧就一定會通知你噶啦。好，我係心理學家，我哋下一集再見，拜拜。